天水圍公園新整嘅兒童遊樂場，好過癮㗎，慢慢睇。有沙池啊，有沙池，玩完沙都有水洗嘅，唔使驚。慢慢睇，有水洗嘅地方啊，有音樂添啊，又可以自己彈琴。見唔見個女喺度玩沙？好得意啊！好得意啊！沙池啊，有沙池啊，有人喺度彈琴啊！彈得好得意啊！你彈得繼續啊！你繼續啊！彈得好得意啊！你繼續啊！好得，你彈周圍彈下，彈下嗰邊咧。有好多新嘅，應該全新嘅呢度。上次嚟都唔覺有。呢個城網咯，扭轉，好似個 DNA 嗰個即係基因嗰個。維權因子嗰個咁嘅型啊！呢啲唔知點樣玩呢？呢啲一碌碌柱呢啲，又有啲城網喎。呢個城網咧，哇爬到好高啊，可以！哇爬到好高啊，可以！阿僆仔你咁夠膽嘅？哇爬到好頂呢度！哇好高喎！啊好多小朋友影唔晒咁多，呢啲趌高咗嘅，呢啲地下趌高咗嘅，可以攞嚟坐嘅喎，呢啲山丘仔咁嘅喎。呢個氹氹轉啊，可以坐喎。有單車喎，有單車啊！好多嘢玩喎。呢棵嘢咧，嗰啲咩黃色風鈴木啊，佢咧開完花咧就結果，結咗嗰啲果咧就有啲好似毛嗰啲咩啊棉水咁嘅物質飄出嚟啊！我哋啲氣管敏感，見到佢就驚啊！真係，即係好似啲木棉花咁樣。啊細路好快啊，驚唔驚跌死啊大佬？好刺激！哇跌死你啊！哇，你唔好跳落嚟啊，跌死你啊！好危險啊細路！係咯，彈琴啊幾得意，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！有沙包喎，打沙包喎，哇大人都得啊！今日星期五嚟嘅。
啊，可以喺沙池嗰度飲嘢，搞到咁邋遢，搞到咁有管理員嘅喎，不過個管理員唔出聲咧，管理員喺度，有個戴白帽嗰個管理員嚟嘅，佢睇到，佢睇到唔出聲。可以啊，我講我唔可以啊。過嚟一下，你過嚟一下，兩個人，你先過嚟一下。你先過嚟一下，我暫時唔該你過嚟一下。過嚟一下。哇！啲沙乾唔乾淨㗎？哇！如果有蟲咪死咬死。我行埋嚟，我呢好似有嘢咬啦已經。哇！又有繩網啊，又有斜滑梯喎。啊！有大有細喎斜滑梯。呢個後邊深藍色嗰個細啲，適合啲細嗰啲嘅。咁啊，呢個就